最近開始流行一個好有趣嘅講法，就係唔怕富二代吃喝玩樂，就怕富二代發奮圖強。甚至再進一步，一啲真係乜都唔做、三妻四妾嘅富二代，反而被捧為人生勝利組。一啲想有作為嘅二代創業，如果有成績嘅話還好，否則就會敗晒啲身家。我總喺度諗，勤奮嘅香港人點解而家咁諗嘢㗎？嗱，呢啲咁嘅觀念咧並唔可以話錯，但係就不免一竹竿打一船人。富二代並非創業一定失敗嘅。事實上，我曾經喺商會見過好多優秀嘅二代，由於家庭環境同教育，佢哋都非常之有禮貌、有想法，而且好多因為出身於做生意嘅家庭，至少喺耳濡目染嘅環境之下，佢哋嘅營商意識同埋眼光都比同齡人嘅早熟。謹慎之餘，但係又有想法，又有大局觀，年紀輕輕已經人生方向好明確，知道自己點解要奮鬥，可以講話比同齡人早熟。當我同呢啲後生會友傾偈嘅時候咧，其實感覺相當舒服。我心喺度諗，咁優秀嘅小朋友，難道就等佢吃喝玩樂一世咁浪費？唔通因為佢一出世，佢父母已經準備晒佢一世都使唔晒嘅錢，所以就剝奪佢哋拼搏嘅權利？好明顯，佢哋都不甘平凡。其實擔心富二代創業敗家，根本好容易處理。只要父母開始嘅時候俾1/10以內嘅財產俾佢拼搏，拼搏到有成績嘅時候，再慢慢放手多啲。勢色唔對，就將家族生意交俾職業管理人，咁樣唔係好容易解決咯？咁樣既可以俾到機會二代，又可以合理咁避免資產管理風險，何必一句就閂咗道門，話富二代發奮圖強就係敗家呢？反而鼓勵佢哋遊手好閒度日，我覺得呢啲唔係我哋一向嘅香港精神咯。我係 Anthony Liu，香港 BNI 高級董事顧問，關注我，同你講多啲創業故事。